因为伫美国，川普是持续把这非法的移民赶走。不过民众因为不满 FBI 人员规日四界伫咧巡逻，所以发起抗议的行动。不过川普要是继续派兵去芝加哥甲波特兰，在地人士起一个嘛发动示威。波特兰政府甚至去提告，测试法官批准临时的限制令，甲川普派国民兵拢甲抓落来。示威民众和催泪ga喷到目睭，爬袂开，听甲大声叫。美国移民甲海关执行局的执法人员，除了我风度兵区，也坐装甲车去伊利诺州芝加哥民众不满联邦探管请作弊四过巡逻，所以发出不满的声音，也有人叫垃圾灰啊，抗议情势更加升悬。美国总统川普继续伫全国扫动，扩大遣返非法的移民，也毋过有联邦探员伫测试巡逻时，大将一名持有半自动武器的女驾驶，美国国土安全部讲，迄当时是互10台车包围冲撞，所以执法人员非正式出伫防卫。代志发生了后，川普下令派遣300名国民兵去芝加哥，表示要保护联邦官员甲相关设施，也毋过部分伊利诺州警察是早步枪也是惊甲军仔伫现场逮捕抗议文书。同一日，川普要向波特兰部署200名国民兵，也毋过遭到所属的奥勒冈州甲波特兰市政府告上联邦地方法院测试法官批准临时限制令，当到川普要派遣的国民兵。The irony here is we were condemned in 2020 for our approach towards the left, and now we're being condemned in 2025 for our approach to the right. So I would say we've landed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fairway. 联邦地方法院对限制令的期限下伫14日了，也就是18到期，也毋过可能会延延。川普政府已经提起上诉，有价伫29开庭。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